孫子兵法，各位一定聽過。孫子係邊個呢？有啲學者話佢係孫臏，有啲學者話佢係孫武。多數學者認為咧，孫子就係孫武，係春秋時代一個人物。出生嘅時期咧，大概係公元前400年到啦。外國嘅精英大學或者係東南亞嘅管理學院咧，都有好多人研習孫子兵法嘅。例如美國耶魯大學嘅 Grand Strategy Program 大策略課程咧，孫子兵法就係必讀嘅課本。如果各位有興趣知道下喺舊年嘅佔中事件當中，佔中或者反佔中一方有冇運用到孫子兵法呢？歡迎各位嚟參加我喺4月11號嘅講座，係我哋匯賢智庫學院嘅通識班嘅其中一個環節。4月11號11點，歡迎各位嚟同我交流。